Canon Refill 填充墨水示範，好簡單。今次用Canon 嘅新款墨盒810、811做示範。呢個墨盒已經開咗孔，用過 refill 過㗎啦。原裝就咁樣嘅，我哋只係搣咗招紙嘅啫。黑色都係咁樣。之前已經示範過點樣開孔做示範㗎啦。咁今次加墨水用完照加，咁我哋預備3至4秒墨水。如果用晒嘅話呢，加滿4秒冇問題。未用晒嘅話，你慢慢加滿佢咯，因為有時過多唔係咁好嘅。咁我照吉落去，咁用10零秒時間加滿啲墨水。顏色嘅照跟翻嗰個之前入嘅膠樽個顏色，入晒3秒。注墨筒小心處理，擺翻好佢。如果可以話，最好喺啲星盤度做加墨啦，因為啲墨水淺到嘅話，咁垃圾可以清洗到。咁其實頭先要講解少少，加墨嗰陣時，呢度其實有個氣孔嘅，近少少有氣孔喺度。如果個氣孔出墨嘅話，即係過滿啦個現象，咁我哋唔好繼續再加。而家加晒3秒都未滿，咁加好㗎啦。最後一個步驟就要利用個導墨夾。導墨夾嘅意思就係用乾咗，有時個嘴出唔到墨水，擺翻個導墨夾喺度，啪一聲入咗去，揾個空氣針筒冇嘴嘅，或者你加完墨之後掹一個針嘴嚟用，咁咪照咁咪吸落去，咁咪向下，咁咪細細抽，咁咪見到有墨水出，半秒或者至1秒到墨水抽出嚟就完成㗎啦。咁啊 OK， 咁啊呢度有啲污糟墨，咁陣間先處理佢，好冇噏住佢。我睇翻啲墨水已經出晒嚟啦，因為頭先導墨夾嗰度抽好多墨水，會有餘墨嘅。呢度3隻顏色齊晒，一多次俾睇。咁啊 OK， 咁啊可以繼續擺喺部機度用㗎啦。我示範埋個黑色。個導墨夾污糟咗就抹翻乾淨佢。如果喺星盤度做嘅話，咁啊沖走佢，揾水沖一沖佢就 OK 㗎啦。嗰兩嚿個導墨夾可以共用嘅，但係兩嚿膠係唔同嘅啫。咁我預備2個導墨夾，因為通常同我哋跟嚟嘅話，配件都係一個導墨夾2嚿膠，咁啊沖乾淨之後換一個膠上去嚟用嘅啫。咁我預備2個方便少少嘅。咁啊黑色就預備10秒至12秒，咁啊照喺度打，氣孔喺呢度，注意就係加墨嗰陣時唔好太快。如果氣孔有墨水出嘅話嘅咧，就要停㗎啦，立刻。通常都用晒嘅話都加唔滿嘅，10秒就13秒都加滿啦，而家加滿晒。小心啲，多咗嘅抹走佢。如果過多嘅話，頭先飛咗出嚟嘅話咧，抽翻少少走。入邊有餘墨嘅話，因為入邊有餘墨，所以加落去就過滿啦。抹翻乾淨佢。咁啊，導墨夾就好似頭先咁樣擺喺度。頭先用剩嗰抽墨嘅針筒，頭先呢度照抽翻落嚟，墨水出就 OK 㗎啦。個嘴噴水睇下佢乾唔乾淨。
咁啊 OK 啦，完成加密。成本加晒2個盒，成本都大約3至4蚊度嘅啫。